过仲伟这首歌曲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然后你自己其实有在2个不同的时空的状态，然后他爱 Long People 玩，然后另一个穿传统衣服的又要跟着和声，对不对？对，哦，不好意思，你没有麦。好，那谢谢仲伟，谢谢仲伟的表演，谢谢。我觉得客家人啊，真灵非常好吃东西，尤其迄板，就是板类的东西很多，像刚刚就是爱 Long People 就是爱伴狗的歌曲嘛，然后还有呢水伴啊、发伴啊、甜伴啊，就客家人伴真的是无数多。所以刚刚我在听仲伟唱的时候呢，因为他在 A 里面是有制作的方法的，所以就会跟着现在肚子好饿，早餐还没吃，他给他吃饱吗？吃饱吗？吃饱嘞，吃饱嘞。哦，所以只有我比较饿而已哈。那我等一下结束，我要赶快去吃饭呢吼。哦，今日咱的你这个平常行送都非常好听的客家歌曲。接下来呢，你有请你台北市客家生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齐思璇、齐主任为你讲比赛。在座我们的吴老师、陈老师，还有黄秘书长啊，还有钟伟哈，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好。咱也特别是祝福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齐水秀，今日非常欢喜啊！你俩机会来到这个图影中心啊。咱到提这个报告，图影中心那边哦，咱客委会其他的为所冇强用。因为那边吼是上的，本所有的学生因到那边实践梦想的地方。好，我也简单用这个国语跟客家话并行哈，就是我们希望图影中心可以成为年轻人在这个实践梦想的一个场所啊。所以到那边咱们希望吼，让我想好多的学生因强下来参加，拄哦谈到这是仲伟的表演哈，俺会讲蔡伟哈，昨天在这个主题共燃哈 ，Andy 盘一直在发通哦，平起平坐野餐会。那我们邀请了竹东国小哈，竹东国民好高诶，好生来参加来表演哈，结果他们就唱《爱蛮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结果我昨天第一次听到那个竹东国小，他们就讲说他用仲伟老师的歌哦，那时候我听完我就听到马改版，然后听到很多各种版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哦，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天听到原唱者哈，那有的哈，原来是感觉。咱们希望哦，你你来机会，本客家岛的学生因，伊就可以参加客家的事务，伊就有机会了解客家，没有机会走得是真正走到这对他自己想要实践的理想也能够做得到。所以走那边绕讲我们社区营造，我们这个影像专家，然后还有我们的市集市集这个客家市集，希望真的让年轻人参与到不同的这些事物里面，他找到他的兴趣，找到他的梦想，找到他想要实践的地方所以在那边这边就排这个比较会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年轻人大家读看到刚刚跳舞的年轻人看到我们仲伟那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这客委会举办哈纳豆的法通，哈纳豆不一定哈纳豆的机会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所以在这边我想也要谢谢大家这个给我们客委会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共下来三方合作，客家的文化传讯走下去我们也希望说和这所有的年轻人一起来把客家文化在这个都会区里面传承下去。所以在这边呢，再次谢谢这几位的专家老师们，那也希望这个仲伟以后要常常来我们这个客委会的活动，那我们就希望说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客家文化，看到不一样的客家的视野，那希望说让大家和客家一起成长。全部台这个，谢谢。哇，就像刚刚注意所讲的，这边是一个年轻人实践梦想的地方。其实我就非常对这句话很有感，因为呢，在这边影音图资中心的2年多前，也是我对外第一场活动，客家活动主持第一场客家活动主持就是在这边，所以我也觉得这边是开启我梦想的地方。那在这边呢，子瑜也补充一下，刚刚助理就有讲对，特别是客家事务委员会今年就做新
时代的世代翻转新酷青来作为主题，然后推出一系列的青年参与的客家活动，那包括有社区营造还有影像记录2大工作坊。所以呢，希望做得带两时下嘅青年啊，做得更加的愿意去认识客家、好奇客家，去调理客家文化嘅事物。那接下来就让我欢迎这次带领青年参与台北市客家社区营造行动工作坊的社规师，社规师是我们的社区规划师，同时呢，他也是万华社区小学的负责人，我们的陈德君老师，曾在元庆上为安利小给两百的沙草工作坊与马来开人，欢迎大家。大家好，我很想要讲一下客家话，但是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我的爸爸跟妈妈都是客家人，我的爸爸讲小孩子会说 say 你。我的妈妈说小孩子会说谁音，所以我刚刚忽然瞬间我在想说我的大家好是要说哪一句，对，所以有点困难。那我在万华做这个社区营造的工作20年，然后这一次呢，很高兴客委会再次支持我们在万华做社区营造的工作。然后我们这次的题目呢叫做庆典策划学起来。然后同学们有一部分同学也在这个观众席上，来挥手挥手同学们打一下招呼。我们这次用庆典来做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就是要办活动的日子，下午就要办了。所以其实我个人不知道同学心情怎么样，我个人其实真的蛮开心的。对，那其实庆典曾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客家的新酷青活动要用庆典来举办？那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在这个我自己在万华的观察，我们客家人是非常穷哈来的一个社群。对，我们其实融入在社区里面，然后跟闽南人跟外省人，其实我们会一起尤其是在社区，因为万华非常多传统的活动、传统的节庆，我们会一起就是共同把活动办得很好，然后在这个一起的过程里头，就会形成一个就是这个新的地方、新的社区。那我刚刚讲的画面都在我们万华的，我制服上面有穿，叫做台北糖厂，现在塘户文化园区的附近，就万华火车站的附近就发生了。所以我自己从这样子的过程，就是举办社区庆典、穷哈来的过程里头，我们的客家跟这个地方怎么去结合，对，学到很多。所以这次活动也是这样子的举办。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很心虚，因为大家都在讲客语，然后对，但我忽然有一个领悟啦，就是说，其实虽然听不懂，但是重要的是客语呈现出刚刚大家呈现出的一种开心，然后一种甚至是肢体语言。那这个其实是穿透的，就是它没有受到语言的限制。那我个人也认为，我们客家的文化其实也是一个开放的，也不是说只有我会讲，我就对你不用参与我，反而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种开放性。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精神吧。在我身上后，我觉得也在就是新酷青同学们的身上，所以未来就很期待说，透过社区营造活动的方式，然后让我们的客家的语言或者是文化故事，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共生用它来。那今天下午我们的活动就要发表了，在万华的捷运龙山43的地下街2楼。然后当然也就欢迎大家还有时间就晃过去这样子。那我们同学们下午都会在那边跟大家，就是会很开心要怎么说呢？快乐的，欢喜的跟大家一起玩万华的游戏这样子。好，那就谢谢大家。谢谢陈老师，谢谢。哇。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没有讲客家话，并不是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认识客家。其实学习客家这件事情，像仲伟可能一开始客家话没某爱流达，不过呢透过音哦，没慢慢认识，透过音乐，那可能老师这边也可以透过社区营造的方式，让我们从各种细节上看到，客家人的文化，客家人的巧思。所以下午有空的人有喊给你啊，都得去宽带。那不知道在哪里？老师身上好像有地图，我刚刚有发现，就
老师的衣服就是地图。古所真给有你由海发中的一颗呢，用不同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的社区营造，我也非常的有兴趣。谢谢老师刚刚的分享。那接下来呢，Andy 来有请强烈参与台北茶达样兄弟的工作坊的哈州胆逼合作单位不完美原创工作室创办人吴俊义老师为我们这次介绍亲眼参与客家影像记录的内容，欢迎我们警察。各位大家好，谢谢那个主持人，刚刚替我解围哦。他说重点不是要会说客家话，那我刚刚在台下压力好大。有老师一直点头。对，那我们一定要讲一下我们跟客家的关系啊。好，现在有很多客家的青年哈，其实在社会的很多位置上都显露了他们的能力。像我们工作室有五位员工呢，有2位就是客家人，而且都是在我们公司都是担任很重要的要务，有一些决定一些事情的角色。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酷青制造所哦，其实我们主要是负责影像的部分。那个影像的部分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就不要就是拐弯抹角，我们的主题就是客家。好，那这个客家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客家文化或客家故事、客家历史，然后客家的人物，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这次的就是征件的那个范围里面。那你看到客家2个字分开又还蛮有趣的，客就是一个 outsider， 就是外部的人，好，然后家就是 insider， 就是内部的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其实是在讲我们台北市其实是一个移动或是流动的城市。我们这座城市里面有很多不同族群文化的人在这座城市互相的交织和生活着。所以呢，我们的对象是谁呢？如果我们不是客家的青年，可是我们拍客家的相关的题材，这也是我们要的对象。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客家的青年，可是我们可以重新回望我们自己客家的文化和精神，这也是我们要的主题。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客家青年，可是我们拍摄不是我们客家的，我们拍摄别的其他族群文化的一些故事，其实都是我们要的题材啊。这为什么我们去做这样的设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影像的观看，然后我们在族群和不同族群之间可以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有一些参与，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我们至少就是会征求至少2部的影片。那不止这样哦，我们还会邀请知名的导演来辅导。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希望把影片做得很好。因为大家为什么要去拍影片？就是希望要有传播力，要有影响力，让我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嘛。那另外一个是，最后会完成30分钟的影片，其实这也是设计过的因为很多像公视其实都是30分钟的片子。那如果我们片子拍得很棒的话，就可以直接到公视里面去播创造更多的影响力。只要你年满18岁，然后刚好又有拍摄，长期关注这个台北市客家的相关题材，就欢迎报名来征件。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真的非常的用心还做这个手卡 slogan。那其实刚刚老师第一张图片就是客跟家，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年轻人，为什么可以讲我们年轻人？对，就是有在互相私下在讲的，就是我是客人，也是家人，我也是客家人。就当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立场来看这一件事情。那其实老师的影像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用各种换位的方式来去阐述，不同族群的文化来做一个连结，同时也可以让自己了解更多不同族群之间的相异处。对，那客家的端午节我们称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五年节，没错，五年节没回头嘞。特别是汉卡斯 movie 演飞这次也选在5月节的前一个礼拜六，有特别来做一个
市集的活动，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玩。让我们欢迎这一次酷青城南青农环保市集活动。我特别用华语讲，因为我在家有特别练习过一遍客语，有时候会卡词，但我还是再练习一次给你们看。酷强上南强农环保市集发通给他做。也有啲农夫市集嘅秘书长黄尊上秘书长为安利小嘅另一拜嘅发通，欢迎秘书长。大家好，那个6月1号啊，会在我们的水花园这边共同举办一些活动。那我们是农夫市集嘛，那农夫市集就是卖菜的地方。但是这几年呢、我们的市集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知不觉被客家人给把持住了。因为从秘书长到那个会长到副会长，我们清一挂全部都是客家人，那不是刻意的。那其实我们是北漂，不小心。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桃竹苗本来务农的就很多就是客家人，那你到台北来卖菜，那我们凝聚力又强嘛，那很自然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团体这样子。所以这次影音图形中心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其实是非常的开心。我还讲说，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会办共识，一起吃东西。那既然是市集嘛，我们就是有菜，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客家料理。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谈客家文化对我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吃嘛，因为吃这个不需要讲太多，好吃自然你就会有感觉。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说，从饮食里面去把客家文化给带出来。虽然有很多东西它可能是闽南也有的，但是客家他做的就是有一点点味道，可能是我自己心理作用，就看到自己客家姐姐做的，就觉得不好吃我都得吞下去。对啊，真的好吃。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小事情，就是其实现在在市集里面，客语的发音是越来越多。那像我们有些小朋友，像我儿子去，他要吃香蕉，他就讲2句客家话，那个大姐就会给他香蕉做鼓励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桃竹苗的客家人来到台北，很自然形成的一个聚落。这是一个都不住这里哦。然后，但是却都跑到这边来卖菜，然后自然而然形成一个社群。我不知道这个在社造里面它叫什么，因为也不住这里，但是它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定点，突然大量的汇聚在这里。所以我会邀请大家，就是有空可以来这边买菜。那6月1号那天也来参加，我们一起吃个饭这样子，哦，不收费的。谢谢大家。好，谢谢秘书长的分享。那秘书长刚刚说单位里都是他嘎你，黑吗？哦，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迹可循，因为在以前可能客家人很久以前就需要自给自足，所以特别会种菜也说不定哦。那这边呢，子瑜也再补充一下，在6月1号当天呢，农夫市集还有亲子 DIY 的活动，然后还有抽奖的活动，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带自己的小朋友，像刚刚。避暑动就共对，他让他的小朋友去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就老胎记共，可能讲一下话，说你好漂亮啊，胎记很强哦，然后那个大姐就觉得哦心花怒放，然后他就多送几条香蕉给，所以在这边回去先偷偷教小朋友讲一些就是比较谄媚的客家话，哦，这样好像不太好，会带坏哦。那当天呢，活动现场也会有众伟的表演更多首的歌曲，所以呢，不止刚刚的爱饭狗，还有更多好听的客家歌曲为大家欣赏。故说呢，自己菜料店蔡老太家波波厉害，酷强上南强农办公司西，在6月1号6月班6。下晝頭1點半開始，就是在6月1號的禮拜6的下午1點半開始，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來到現場哦。那我們的記者會呢，這邊就告一個段落了，就請我們的長官貴賓們來到前面，我們做一下合影好嗎？謝謝。好，那麻煩幫我們拿一下那個。